行。快病死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不还趁人活着赶紧送入我府中？慢着！俗话说得好，强扭的瓜不甜。甜不甜的啃一口不就知道了，用不着你说。到了驿站，好好准备一下，明日迎娶大婚，遇上我，算你倒霉。三公主！哎，这分明是抢亲，居然许了三公主，这位可是混世魔王，被城主宠坏了。哎呦，你看看这少舅的身体啊，不太好，也不知道在三公主手里能熬过几天。活不久了，活不久了。走！哎呀，算了。少君，计划有变。传闻中这陈芊芊蛮不讲理，荒唐无度，是目无法纪。斗大的字儿不识一筐不说，还一身的公主病，甚至还勒令全城的百姓官员喊她三公主。哼，三公主，一座城已经容不下她了，是吗？可是我明明安排金马冲撞车队之人是二郡主陈楚楚，怎么就变成陈芊芊了？这该如何是好？少君，便宜行事。英雄救美报错人，男主被女配抢亲，我是什么样的鬼才编剧能写出这样的剧情？他们要多久给我转稿费啊？完颜二郡主陈楚楚历经磨难，终于登上城主之位。陈楚楚继任大典上，天降祥日，日月同辉，天门大开，异彩漫天。好困啊！当编剧可真难。写完稿子就是睡得踏实。飘了呀！你挣了点钱你就敢来夜店消费啊？啊？你还玩 cosplay？ 起来起来，赶紧起来！三公主醒了，摔酒杯呢。事多了不怕呀，不行的，不
不记得，这有多少钱啊？给三公主问安，谢三公主贵妇。大家多少钱啊？小的一曲千金，小的一曲900，小的一曲800。但是三公主您想听曲的话，以前小的通通免费。免费？不是，你刚才叫我什么？三公主？三公主？我看一下啊。不是这么巧吧？莲花镯配铃铛，这是我剧本里教坊司的乐人才有的配饰啊？难道这里是？哎，公主。这个梦好眼熟啊！我写的，我卡在自己写的剧本里了。